深水埗區議會討論將石硤尾大窩坪綠化帶改為起屋嘅用途。規劃署話有關土地曾經係寮屋區，更改用途唔影響景觀同埋交通。有環保同埋居民團體就反對。喺石硤尾沿住延平道上山，經過一個私人屋苑，去到大窩坪綠化帶。建議改劃嘅地皮最大可建樓面面積有81000幾平方米，可以起大概1000個單位。建築物高度喺主水平基準上210米。深水埗區議會討論改劃建議，環保同埋居民團體向規劃署遞交請願信，認為會影響生態，加重附近交通負荷。規劃署話諮詢過各個部門，認為更改用途唔會影響交通、環境、通風同埋視覺等。選擇呢一段綠化帶考慮咗多項因素。其實喺80年代之前呢塊土地呢係一個寮屋區嚟嘅，係一個寮屋區嚟嘅。當時已經有人住喺呢塊土地嘅上邊嗰個水平嗰度，有人住喺啲寮屋。但喺80年代後期呢，遷拆咗啦。咁所以規劃署覺得話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係咪呢塊土地可以攞出嚟做一個中密度住宅嘅發展呢？有區議員反對，有議員就認同要揾地起屋。梗係公園嘅邊旁嚟㗎嘛，綠化帶嚟㗎嘛，緩衝區嚟㗎嘛，你起嚟做乜啫？我哋填海又唔得啦，移山又如何呢？咁你起樓，你無非就係喺現有土地上或者喺山或者喺水。區議會最終否決咗反對改劃嘅動議，但係就要求當局再補充資料，下次會議再討論。大窩坪呢塊地皮啦係斜㗎，如果想喺度起樓嘅話啦，好多時候都要起護土牆。環保觸局就擔心啦，護土牆會侵佔獅子山郊野公園嘅範圍，模糊咗佢條邊界。無線電視記者單景惠報道。